到我哋今日嘅第5場演出劇目，係《雙仙拜月亭之搶傘》，由張穎飾演蔣世龍，粵劇新秀何卓瑩飾演黃瑞蘭。請大家細心欣賞。田林間寶找見，8件藥會長歲年，同胞失打散，使我着急與淚連。歲年啊！娘親，我喺呢度啊！估到是我妹妹，原來係一位姑娘。點解佢認我呢？嚇？問下佢至得。你是誰？你是誰？知否我家母在何處？誰是你勸親？我不過叫妹妹。你分明呼喚盧小姐，花枝又要相欺。我沿途呼妹妹，哪敢有相欺？我妹妹名叫瑞蓮。瑞蘭，咁兩個字音都差無幾，因為瑞蘭是無名字，係咁我認錯你在當時。望君知你開兩行，是勞無失之罪。既是田蘭二字音相近，一時唔認，時亦有之。不過在此撩亂呢干戈，你何要孤身在此？提起勞苦處，我未曾啟齒，別來先睡家，溫順睡。
萬中人，你我都是一般境遇啊！乜原來相公也與我一般境遇嘛？姑娘請停。想我將細龍，上阿毛，父阿母，子與若門，相依。家住中都城，有讀語書，本是紅衙門，收視行拆兵啊！長推進犯，我唯有家門流離不行中途。追兵至，同胞失散，各東西，苦殺我妹妹垂憐，正不知飄零何處。我失妹子，正是遍覓天涯，亦難把良親遇。嘆我聲聲喚妹，也不見妹中意。正是仇人怕對仇人説起仇來更傷悲，他是半路輕沉沒，他是中途冇失意，患難相逢成考試啊！天時不早，找尋妹妹要緊，姑娘請恕我失陪啦。相公請請啊！相我急忙尋妹去，你牽散阻攔，因何事呢？逢急辦遇艱危，兵荒馬亂路已迷。相公你既然尋妹去，沿途作伴望提攜啦。聞此語揮躊躇，英年孤苦弱女兒，為是我妹妹上顧不來，怎能攜帶你呢？請啊！
惻隱之心人皆有之，難道相公你見藝不夠咩？我實難為繼，見他似花帶淚，此心配角相比，且看野將至，女子更孤身，怎忍捨他而去？你帶勞勞脱險地，我實全顧忌。我未明白你心中意，又為何願你撲難為？皆因姑娘單身一女子，雖知寡女本男兒，沿路野猜疑。在此兵荒馬亂，誰管你呀？最怕關津渡口野官非。不如我哋兄妹相稱。兄妹相稱係噃，唔得，彼此相貌不同，鄉音又不對。咁這便如何是好？我亦無計可施。不若認作認作乜嘢呢？哦，莫不是認作夫妻一對，係唔係呀？係除此之外，都並無別計呀，好吧。沿途暫認作夫妻，認作夫妻，原非禮，權宜行事為乎偽。且看雲暗天低，你我不若登程而去。請啊！風又來，雨將至，快些走，知為義，知為義。姑娘無傘怎能行？不如將傘交過嚟啦。然則相公你呢？我不妨事。要你受雨淋，我委實難過意，不如相公你自用啦。哎呀，姑娘你不用再推辭，你用啦。你用啦，你用啦。
如就晾在雨傘之上吧。如此有勞相公。如此多謝相公。請啊！政府無靠無依，行如相公正義。我所遇難之後，定當庭中結伴同牙行，轉眼舞上聚散啊！今日風雨同亞洲，終有日分那飛。兩地。我與你相逢陌路，豈得患難相依。我都未和問及相公啊，你欲往何處妻妾？我此後浪跡瓶中，都未卜飄零何處，但得有棲身之所，何妨暫且安居。然則相公，你府上還有何人呢？我只有父母雙亡，妹妹也在中途失去啦。難道相公你尚未有乜嘢呢？未有別人呢？別人冇啊！我既無兄弟，又無弟父和嫂嫂。相公啊，你既無兄弟，又哪有弟父和嫂嫂呢？我係話我妹妹都尚無嫂嫂啊！請恕我冒昧失言。看他嚴厲時時悠閒一屬女，又怕他以身份便徒勞我相思。敢問姑娘，你欲何方而去呢？我正感彷徨無主，待等兵戈稍停，我便即回家。然則姑娘
你係翻娘家，還是係翻婆家呢？相公，我都曾經同你講過，我哋母女相依為命啦。哦，姑娘，相公，你我，怎樣啊？你我，怎樣呢？唉，你我二人不若登程而去。看他欲言又止，似有滿懷心事，與我一樣情痴。不若待我拔下頭上金釵。猜吧猜，你為我轉達千般情意。相公啊，我遺失咗一支金釵啊！小小一支金釵，有何要緊呢？制此兵荒馬亂，我們還是趕路也罷。相公，呢支金釵非比尋常價，乃是我娘親所賜。我娘親曾經講過，如果呢支金釵落在誰人之手，點啊？我嘅終身大事就落在這個人身上噶啦。哦，原來係咁緊要嘅，我幫你揾下。姑娘，這金釵可是姑娘之物啊？正是。既是姑娘之物，便請收回。哦，如此說，多謝姑娘。這嬌心情是金釵，婚姻已證，你我此後永相依。母女已付託終身，愛你也相負。我願能心足告蒼天，心不變又此金釵見，其他朝共你奔到堂，夫妻相愛